基比病院心脏血管外科的医师吴以璇表示，因为食道的位伫主动脉的头前，如果食道严重的穿刺，恐惊会造成主动脉高压的血液透过小连接的瘘管灌向食道，造成大量的出血、败血性的小可等。亲像这名阿伯，因为去互鱼刺割到，第一时间无看医生，结果造成主动脉食道瘘管差一点仔就无命。以这病人来讲，他也自己有问到病史，是说吃了鱼刺之后1个月的时间，他都没有去处理，所以这段时间一个尖锐的东西在我们的食道管里面，在那边磨蹭啊，然后慢慢的就磨伤，甚至就穿刺出去，所以大概是这一个月的时间发生的事情，所以凶手应该就是这个1个月前误食的鱼刺没有错。那么在处理的方面呢，为什么要先做这3阶段？是因为传统的小伤口手术是放支架，支架置放对病人来讲，相对他的伤害是最低，然后速度也很快，所以在这种已经知道在大出血的情形，放支架可以迅速的稳定病人的生命真相。那么在放完支架之后，为什么要移除呢？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，这个鱼刺是从食道穿出去，然后再刺破主动脉，其实这都是脏的东西，那它会造成这个主动脉。这个局部本身主动脉开始会感染发炎，那么里面的人工血管就是我们刚放的支架，它也是会因为这样子被感染。所以根据之前的文献，如果只做这样的手术的话，病人这个感染这个洞会越烂越大，终究还是会病人还是不治死亡。所以目前存活率比较高的方式就是我们只是先放上支架，让它挡住出血，然后让它先撑下来存活，之后再好好的给予抗生素治疗，做一个好好的一个术前的计划，然后我们再帮病人做完整的，把感染源全部清除。所以要把那一段烂掉的食道完全清掉，再把那一段的降主动脉，跟传统的开胸还要更激进一点，是要把连整个主动脉的部分跟那个里面的支架是全部都要拿干净，之后再用大量的生理盐去冲洗患处，让局部患处的菌量数减少，这样子才有机会可以让病人争取让他感染部分获得控制，才能够活下来。经过第一阶段的放支架，到传统的开大刀切除食道，到后来食道的重建、康取好，前后大约经过1冬的时间。医师表示，主动脉食道瘘管是一种危险生命的急症，更加是误食异物造成死亡率上悬。根据国外的文献，就算经过这届的手术，存活率嘛只有60%。因此，医师呼吁，如果误食异物，千万别用大喙来吞饭，应该赶紧就医，避免物件愈嗑愈深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